地新闻，乡亲啊，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新历的3月15，旧历的2月13，礼拜二。后来，这个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使得原物料起价，加上这个俄罗斯是台湾第3大能源的进口国，所以国内的瓦斯甲电费拢受到影响。经济部为着要稳定物价，决定要甲桶仔装的瓦斯冻起。冻到4月底，但是电价听讲后个月4月初一要小刷来调起，相关的调起3%。也毋过经济部长王美花讲，还咧讨论，也未定案，讲后个月就会来公布。民进党的立委是讲，不管是要起价，或者是要冻起，拢爱先确定送电稳定，莫阁失电咯。电钱变贵，经济部为着控制物价，先宣布国内规桶瓦斯到4月底之前未起价。不过电钱敢若真正挡袂牢，传出为4月开始会小可调悬3%，都惊钱会变薄。民生用电含点心蛋未起价，讲会调悬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那各方他们都相关的因素都会在讨论，那目前都还没有定案那不过也会照顾民生的这个原则呢，也会纳入考量。电钱到要起，王美花无甲话打真严，不过石油起甲真悬，可能会达到100块美金。天然气调悬嘛是趋势，传出电价审议委员会嘛讨论过，到要甲电钱调悬。电价的讨论之前，我认为一定要先把电网给处理好。台电真正现在要进行的是，有没有办法导入大数据，有没有办法导入科技的管理？我国的电说实在的话事实上是不贵的，但是在涨电之余之前我们希望真的能够确保这个用电供电的无虞这个才是重点一定要让这些官员们能够感同身受，不然他们都只会觉得现在很好啦。电价调悬影响着民生，伫咧数字公布进前，恐惊还阁需要好好参详。我是陈雅玲，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